无神论的英国人，李德史东跟吉伯韦斯特，因两人是无神论，因计划就是讲，这耶稣无过活，因就开始计划要来研究耶稣过活，要来找相关的资料，要来证明耶稣无过活。因开始收集资料，开始研究，开始讨论，最后因所得到的结论是：阮无过成做一个无神论的人。经过即届研究，阮证明耶稣过活是一个事实，因为因变成一个罪，因找到因家己是罪人，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救家己的罪，才会当得到讨放，得到赦免。这两位后来拢成做基督徒。都吩咐伊所命令的，假是人想，个耶稣会甲想的人同在到世间最后。所以传耶稣是照耶稣所命令交予咱的使命。过偌济甲这个社区分享，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除了圣诞节以外，过偌济嘛是一个真好，互人去领受这份福音的机会。